嘿，我又去日本旅行啦。今次嘅目的地係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——札幌。今次我選擇係搭巴士去札幌，因為我係坐紅眼機去成田。太早去到札幌應該都係冇力還嘅，啱啱好坐巴士就可以喺車上面好好地瞓返一瞓。12點嘅巴士去到酒店，啱啱好可以 check in。最重要嘅係巴士比起特急嚟講平咗一半以上。途中會停一次嘅道之站，但係只有10分鐘嘅時間，基本上就只係夠你去廁所嘅啫。巴士到咗上札幌嘅時間大約係3點半，只係比預定嘅時間遲咗2分鐘。咁嚟到札幌之後，我揀住喺上札幌好啊，定係下札幌好呢？下札幌就比較多傳統啲嘅溫泉旅館，適合想完全感受日本文化嘅旅客。而上札幌嘅酒店大多係比較現代化啲嘅房啦，再配上一個公用嘅溫泉大浴池，附近嘅交通啊同埋生活配套都比較方便，適合我呢啲非自駕嘅人士。就好似我呢次就係住返我2年前住嗰間嘅上札幌車站酒店，就喺 JR 站隔離嘅啫。呢間酒店嘅價錢非常之平，我喺樂天嗰度訂，價錢係1350幾蚊4晚，仲連埋早餐。而且呢間酒店仲有大浴場同埋天然嘅溫泉。上到房之後，我就極速換衫去浸一浸溫泉，完全冇其他人，一個人獨享晒成個嘅溫泉池，超爽。浸完溫泉之後，再喺酒店 hea 一 hea 都差唔多5點，去食個晚餐先。揀咗附近商店街一間評價唔錯嘅雞肉料理店，叫咗份廚師法版套餐，另外再加多份生叉燒。前菜係雞肉刺身，我自己都係第一次食雞肉嘅刺身。聽講就算喺日本食，中招肚餓嘅機會都幾高下，不過今次我就冇事。佢嘅口感同埋味道同吞拿魚嘅赤身都好相似，但我嫌佢嘅滑沙皮落得多咗少少。跟住落嚟係雞油牛油焗金菇，雞油加上牛油其實真係好難唔好食嘅，一食落口嗰種雞香同油香真係正到不得了。之後上嘅就係串燒，除咗我本身唔中意乾類之外，其他嘅味道都係唔錯嘅。炸物就係紫蘇雞柳同埋炸雞肉，清香嘅紫蘇包住爆汁嘅雞柳超好食，反而炸雞柳就比較普通啲。另外單點嘅生叉燒出色好多，睇個樣普普通通咁，但係食落個風味非常之濃厚，好好食。再加埋嘢飲同埋下酒菜嘅話，總共唔超過3000日圓，2000幾日圓到嘅啫，我記得。加上個老闆好好客啦，同埋個英文能力都唔錯嘅，同佢溝通都冇問題，所以都幾推介住札幌嘅朋友嚟呢間度食。食完飯之後就去車站隔離個超市補一補貨，呢個都係我揀呢間酒店嘅原因之一，就係去超市買嘢好方便。不過呢間超市淨係去到夜晚8點就閂門嘅，但唔使驚。因為酒店入邊有內置一間小型嘅便利店，而且賣嘅嘢價錢同出邊完全一樣，超方便。
第二日啦。其實今次嚟周訪係想睇下落雪嘅周訪，不過不但止冇落雪，仲要90%時間都要落雨。落去食個士靚早平復一下心情先。呢間酒店嘅早餐係自助形式嘅，雖然菜式唔係特別多，但係每樣都好用心。呢個湯非常濃郁，好好飲，仲有佢哋嘅生果真係甜到不得了。我每日都食佢2大碟生果先走。食完早餐再去浸一浸溫泉，等雨細啲就出發去下周訪。下周訪離上周訪極近，坐 JR 1個站就已經到㗎喇。一落車就會見到車站門口有呢座大佛，等陣我哋就會去睇一睇呢座大佛嘅真身。行咗一陣之後又見有啲肚餓，所以我揀返2年前喺度食過嗰一間，至今仍未揾到可以超越佢嘅鰻魚飯。去開日本嘅朋友應該都知道，鰻魚係有分關東同關西兩派。咁位於兩者中間嘅周訪會係屬於邊一派呢？答案係兩者都有，因店鋪而定。就好似我食嘅呢間係關西風一樣，只能講係相當之有緣。店員安排返我坐2年前坐嗰個位，但係因為早餐實在食得太多啦，我實在食唔落2年前嘅特性，只能夠叫我並姓就算。一啖咬落去，2年前嘅回憶即刻翻晒嚟，味道完全冇變過，一樣咁好食。外層燒到好似一層糖衣咁脆，咬落去啲鰻魚嘅魚油爆發晒出嚟，再加埋甜到啱啱好嘅醬汁，連軟骨都燒到脆晒，完全食唔到少少刺喉嚨嘅感覺。香港就唔講啦，喺日本我都食過6、7間唔同嘅鰻魚飯。但係至今未揾到一間可以超越到呢一間嘅，實在係太好食啦！食飽飽之後就出發去第一個景點，呢個景點叫做慈雲禪寺，係我2年前去周訪春宮嗰陣行錯路發現嘅。成個禪寺有種非常之神秘嘅幽靜感，好似一踩入嚟，四周就會響起隻狼打 boss 戰嘅 BGM 咁樣。其實今次本身係想睇有積雪嘅禪寺啊，不過而家落住雨咁都幾好 feel。